啱啱嗰個 FOMC 會議，除咗係 Kevin Walsh 第一個主持嘅 press con， 俾咗個震撼彈我哋。陣間會同大家睇睇點解市場咁唔中意，同埋最緊要對未來幾年嗰個重要改革。記得幾個月前 confirm Kevin Walsh 將會上任嘅時候，市場都跌咗一陣，用行動抗議嘅。點解大家咁驚呢？因為佢係一個訓導主任，唔係好似 Powell 咁樣，每次考試之前都會同大家貼定啲題目，講好晒佢嘅睇法，等市場夠時間 price in 晒，然後數據出嘅時候將驚喜減到最低。不過新嘅訓導主任就唔係行呢一套啦，成個考試制度唔同晒。呢個投資美股甚至全球商品嘅投資者都非常要密切留意嘅。以下嘅影片全部都係技術分析嘅分享同埋教學用途，並唔係任何投資意見。各位做投資之前，請自行做咗功課同埋風險評估。聯儲局係操控短期息口嘅一個機構啦，咁換揸 fit 人呢係好緊要啦，因為各人嘅風格、睇法、行動力都唔同，而且啱啱上場嘅呢位主席呢係一位訓導主任級別嘅，係嚴格嘅，同之前 Powell 佢想成件事好和諧，冇太多驚嚇嗰一款嘅溫和版主席呢，風格上非常唔同，所以個市呢其實係擔心嘅。Kevin Walsh 一上場已經喺嗰晚個 press con 度講佢要改成套 Fed 嘅遊戲規則，一改嘢呢，咁市場即係出現不穩定性啦，咁呢個係投資者最唔中意嘅一個環境。以前 Powell 呢會喺出 data 之前呢，同啲委員各自呢會放下口風嘅，等大家 price in 咗先，到市場出 data 嘅時候嗰一刻呢，個波動呢其實唔需要太大，就好似考試之前會同大家俾啲 tips 咁樣。咁而投資者過往咁多年嚟咧，已經熟悉咗呢一款咁嘅考試模式啦。包括每次都會話俾我哋聽佢個 forward guidance 點睇啦，包括有點陣圖啦，頭先嗰個 SEP 啦，或者開 FOMC 嘅時候佢嘅語氣啦，同記者會嘅對答咧，其實都會漏啲口風俾我哋估㗎，亦都會夾埋其他委員咧，每次公開演講嘅時候咧，都會放啲料出嚟嘅，去試一試水溫又好，或者等我哋有時間去消化都好啦。但係 Walsh 咧，佢嗰日咧已經講明咗，佢以後唔會再俾 forward guidance 㗎啦。佢嘅理據就話，因為而家咧不確定性太多啦，有通脹、有關稅、有能源、有地緣政治、有供應鏈、有 AI 等等，其實每一樣咧都會對未來政策嘅影響。佢呢一刻講嘅嘢咧，可能3日後已經唔 apply 㗎啦。咁佢反而會覺得咁樣會誤導咗個市場，所以佢以後咧覺得 Fed 嘅作用咧就唔再係俾 tips 啦。而係淨係俾一啲 factual 嘅嘢大家，即係佢落實嗰下呢，就係最終嘅決定啦。之前冇試水溫，冇放口風，唔提供劇本啦。咁以後投資者呢，就只可以更加倚重一啲 data，譬如出 GPI 啊、PCE 啊、non-farm 呢啲啦，自己睇啦。到嗰一日呢，個 volatility 呢亦都會大好多，因為之前冇人放風啦。另外，佢亦會成立5個全新嘅獨立工作小組。第一個係關於資產負債表，即係 Fed 嘅 balance sheet，非常重要嘅，因為佢哋會重新檢討點樣用 QE、QT， 同埋佢哋聯儲局長期揸幾多資產。新嘅投資者可能唔記得啦，08年金融海嘯之前呢， Fed 嘅資產負債表咧其實唔夠1兆美元嘅。COVID 之後咧已經飆升到9兆美元啦。即係其實個 Fed 咧喺市場度買嘢去平穩個市場嘅。咁 Walsh 咧就好唔中意呢個 approach， 佢就覺得點解每次危機聯儲局都要出嚟救市，或者即刻要 QE 印錢呢？久而久之 QE 就變咗一個常規工具，而且係個市場一有啲咩大鑊嘢咧，投資者就會即刻 expect Fed 出嚟印銀紙 QE 救市，佢完全唔想咁樣做。咁投資市場又少咗一個 safety net 咯。第二個工作小組係關於溝通方式方面，就係頭先講過啦，佢唔想再同大家放風啦。譬如以後 FOMC 唔會咁多嘢講啦，未必會再出 dot plot 或者 forward guidance 啦，甚至記者會嘅制度都有機會要改。即係過往我哋一路以來開嘅一啲政策工具或者一啲資訊呢，以後就會弱化咗啦，甚至取消啦。如果將來真係冇咗 dot plot 咧，咁我哋咧就要自己估佢哋對嗰4個 pillar 嘅 projection 係點睇咧，唔再好似而家我哋有得睇佢估乜嘢，同埋比較翻佢上一季嘅睇法啦。投資者完全係有啲慢摸摸嘅感覺啊！第3個工作小組係關於數據來源，佢覺得聯儲局過往以嚟咧太依賴政府嘅統計數據，即係無論 CPI、PCE、non-farm 或者失業率，佢覺得而家嘅世界咧已經唔同咗啦，唔應該再用以前舊嗰套呢類有啲滯後嘅數據啦。佢反而覺得咧應該要留意多啲 AI 嘅大數據啦，或者一啲即時支付系統嘅私人數據咧，反而仲會更加反映到
當時經濟狀況，例如有可能以後會睇多啲信用卡消費資料啦、即時時薪數據啦、企業支付資料啦、私人數據庫啦，甚至 AI 即時分析模型。而呢類資料呢，我哋一般投資者呢係唔會有㗎。咁即係以後 Fed 睇到嘅資料呢，唔再係我哋睇到嘅 CPI 啊、PCE 呢一類同步，大家睇到咁多嘢啦。佢哋以後睇到嘅嘢呢，係多過我哋好多，同埋即時好多，同埋貼士好多㗎。第四個工作小組係關於生產力趨勢。Kevin Walsh 係一個好 buy AI 嘅人嚟嘅，不過佢覺得 AI 革命唔係淨係會令到科技股獲利。佢覺得可能會令到成個經濟系統、成個 ecosystem 嘅 productivity 都會一齊提升，而令到啲公司嘅企業成本會減少啦，同時令到個 production 更多或者更平嘅。同 Elon Musk 嘅睇法其實幾似嘅，就係將來 AI 令到好多嘢都可以做到好平嘅 mass production， 咁樣經濟咧反而可以持續穩定咁樣更高嘅增長，而唔係會產生即時嘅通脹。咁呢樣嘢又會影響咩呢？就係未來潛在嘅 GDP 數據啦，中性利率即係 R-star 一個 neutral rate 嚟嘅，再長期啲嘅經濟增長預測啦，甚至係成個通脹架構本身都要重新用一啲唔同嘅方法去量度。最後第5個工作小組咧就關於就業市場，佢會重新研究勞動市場嘅結構啊、勞動參與率啊、AI 對工作崗位嘅影響啊、一啲全職或者兼職嘅工作啊、一啲職位空缺嘅數據，同埋點樣 define 乜嘢叫做充分就業。呢扎嘢咧，其實會影響一樣嘢，就係未來嘅貨幣政策。聯儲局嘅 mandate 就係負責 monetary policy 嘛，而佢兩個 dual mandate 就係 employment rate 同埋 inflation。咁呢個5個工作小組咧，重新要 re-rank 嘅咧，都已經包括晒頭先講嘅呢兩個 dual mandate 啦。咁一改革咧就會出 uncertainty 啫。咁呢個係市場擔心嘅。唯一冇變嘅咧就係佢堅持聯儲局唔會放棄呢個2% 嘅通脹目標。除咗頭先講過5個部門嘅改革咧，最緊要就係個溝通方式將會冇以前咁透明，即係不確定性會上升啦。咁每次出一啲 data 或者出一啲決定嘅時候咧，就會令到市場個 volatility 增加。咁 VIX 咧就會比以前更加錯啦。咁我哋作為投資者咧，喺一個新官上任嘅情況下，未來幾年咧都要被迫適應佢呢一套新嘅玩法。